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箴言第3章第5节到12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专心倚靠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听从了摩西，跟随摩西出埃及，过红海，抵抗敌人。他们所依靠的就是昨天在经文当中所提到的上帝的同在、同行以及保守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有上帝的带领，但是他们却不是专心的倚靠，经常的埋怨，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达的应许之地呢，却花了足足有40年之久。最近有一个民间单位办理活动，在登记完成定了活动地点、住宿等的安排之后，有一些人就临时的退缩，造成主办单位的困扰。因此下一次办活动了，这些人就被列为观察名单。这种情形就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在跟随上帝的路程当中颠颠倒倒的，因此就花了更多的时间。箴言第3章第5节到12节记载，要专心依赖上主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以上主的旨意为依归，他会指示你走正路。不要自作聪明，只要敬畏上主，拒绝作恶。这样做等于得到了良药，能够医治你的创伤，止住你的疼痛。你要用田地最好的产品献给上主，表示对他的尊崇。但你这样做，你的仓库就会充满谷物，新酒盈溢，储藏不下。年轻人不可轻视上帝的管教，不可忽略他的警戒。上主管教他所爱的人，正像父亲管教他的娇儿。司提反在提到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路程当中，透过摩西的领受上帝的呼召，建造了会幕，后来也建造了圣殿，这都是按照上帝所吩咐的。但是事实上，上帝并不需要人所造的这个房子来居住，但是人却需要坚定的依靠上帝，这是确定的。会幕、圣殿、礼拜堂都是为了要让人可以敬拜上帝的一个地方。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6节，我们的祖先在旷野有象征上帝临在的圣幕，是上帝吩咐摩西依照指示的模型所造成的。后来我们的祖先继承了这圣幕，是当上帝在他们前头赶走外邦人，占据那片土地的时候，约书亚和他们圣幕搬到那里去了，直到大卫的时代。大卫蒙上帝的喜悦，就讲求要为上帝，就是雅各的上帝建造一座殿宇。可是后来为上帝建造殿宇的却是所罗门。其实至高的上帝并不住在人们所建造的殿宇当中，正如先知所说，主说，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能为我建造哪一种殿宇呢？到处都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一切不都是我亲自创造的吗？你们这些顽固的人你们心胸闭塞，充耳不闻上帝的信息。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一样，总是跟着圣灵作对。哪一个先知没有受过你们祖先的迫害呢？
先知们宣告那公义的仆人要来临，你们的祖先却把他们杀了。现在你们竟又出卖那仆人，杀害了他。你们是承受了上帝法律的人，违法律，这法律是由天使传下来的，你们却没有遵守法律。议会的议员听了司提反这些话，非常愤怒，向他咬牙切齿。司提反被圣灵充满，举目望天，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，就说：我看见天门开了，人子就站在上帝的右边。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请兄姐自行来研读。天父我们的上帝，求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学习专心的倚靠上帝，求主成为我们一生的引导者，与我们同在同行，保守赐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